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因为军事审判无受到信任，今麦要打造全新正当的制度。赖清德也呼吁陆续去中国旅游爱登陆，外界惊会去冲击到两岸的交流。陆委会表示，安尼人民啊，万不一出代志，政府才会当来斗相共。美国提出陆俄停战30日的方案，罗西亚的总统普廷有条件同意。然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普廷想要决战，却唔敢老实讲。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总统赖清德昨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来因应到中国对咱的统战甲渗透。当提时促成废除军事审判的洪仲丘案，这案的律师也就是即卖国防部长顾立雄，伊强调伊心内初衷无改变，过去这军事审判的制度，互人无法度信任，所以即阵才要来打造全新正当的制度。行政院长邓英台也强调，军事审判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啊，相关的配套会一步一步来完成。因应中国统战渗透不断，总统赖清德下令提出对策，宣布恢复军事审判。只是讲部长顾立雄12年前担任洪仲丘案的义务律师，当时话讲绝对无用阮军法搁恢复，互人质疑是顾部长陷顾律师的脆配。我的初衷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过去的军事审判的制度确实有不被人信任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存在。那与其说我们现在是在恢复这个军事审判，不如说我们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军事审判制度。现在就做好这个相关这个平时审判制度适度维护，可以因应这个平战的转换。当时修法通过，敢若有战争的时阵才适用军审法，互军事审判制度形同互人废除。顾立雄强调爱全部检讨，不过新制度什么时阵上路，都还无有确定的时间。体育会主委严德发嘛认为，恢复军审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行政院长窦英台是讲，会限缩样态，甲较早会完全无同。针对中共的对台湾的渗透、统战阴谋跟这个吸取我们的情报，我想有嚇阻的这个功能。第二个主要就是维护我们的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有些军事审判人员条例的组织，还会进一步的去全面的展开必要的修法跟立法，相关部会的职务一定要限期的来考核。来限期的来完成。在野党无反对讨论恢复军事法庭的议题，不过质疑未来军事法庭是不是未有军事人权的问题。搁再反倒，起码是要准备进入战争啊心。我们可以去讨论，是不是未来我们在一般法院可以设置军事法庭，或是说是可以引用军法官来参审，但是不需要恢复到这个军事审判，除非说赖清德已经准备台湾要进入战争了。当初推动废除军事审判制度，是为了要挥别过去威权时代的制度。那请问，今天要恢复军审法，它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连草案都没有。我们也要请教在野党。面对中国的渗透侵略的意图，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更好的作为？未来若是经由立法院修法通过，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会交由军事法庭来审判。民进党强调，为了确保国安第一，范围买采高度限缩，呼吁朝野理性审判甲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为着要应对中国的统战，总统赖清德昨嘛呼吁落实去中国旅游爱订阅的制度。外界就咧烦恼讲，敢会去冲击到两岸的交流。陆委会表示，民众配合订阅，万不去中国出代志的时阵，政府才当来甲人斗3工。因为未来敢会严格审查两岸的交流，内政部强调会先清查敢有违规的状况。因应中国渗透统战威胁，总统赖清德除了要求严格限制统战人士来台，也呼吁个人去中国旅游，爱落实各种订阅制度。外界是烦恼会冲击两岸交流。陆委会表示，会先宣传整理相关的法令，最好社会沟通。呼吁我们的国人赴陆港澳都应该要去登陆，我们也有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如果出现了人身安全的危机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国人如果是以旅行团的方式到中国去旅行，都必须要登陆，让我们政府有资料。那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才会知道。赖总统嘛要求落实公职人员去中国公开制度。陆委会表示，5院本来就有牵涉到机密文件人员去大陆的管制要求，不过立法院唔捌报告相关的名单，有名单唔才有公布的意义。外界嘛烦恼未来是唔是会严格审查两岸交流，内政部会先清查是唔是有违规的情形。先就清查的部分先来清查一下有关在两岸交流当中是否有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找未来呢，如果需要两岸交流要更公开透明跟揭露相关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原则。最近，原有真侪演艺人员到对华发展，赖总统指示强化演艺从业人员伫中国发展的辅导管理。外界解读艺人恐惊被逼爱选一边。文化部虽然乐见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不过强调袂当伫互人压迫的情况下发表对台湾不利的言论。那我很同情我们的艺人去那边，我也祝福他们好好的发展。可是他不可以因为去那边发展之后，在逼迫下发出一些伤害台湾的言论。若是艺人讲到什么言辞，才算踏到红线哩？立院回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有明确的法令，会配合陆委会，未来原来会增加投资本土的文化产业，吸引创作者、艺人、表演工作者等加紧留伫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警方伫咧汽车旅馆内底查到毒品分弹。异并拍子、毒品咖啡包，也佮有其他面等等，拢总掠着死的嫌犯。因讲这些毒品拢是因家己要用的，无摕去卖。警方目前是正在调查当中。因为医师表示，这异并拍子甲依托米酯是差不多，拢用来麻醉的。若无适当使用，恐惊是会致死心血衰竭。警方入来到房间内底的人假做拢无代志，也毋过天棚这个物件看起来真无正常。警方一个看，原来是毒品。自己灌的哦，这个哦，这是那个卡西桶烟那个灌烟弹的啊。是啊。对啊，是谁的？警方进前接到通报，讲有毒品犯伫台中市北区一间摩德路，那像咧使用毒品。去甲敲找了后，发现包括有毒的咖啡包、开他命等等。嫌犯甚至佫讲家己是买异并拍子遮的原料，也佫有空分弹甲分装的器具，就是为着要方便家己，也佫有朋友来使用。查获林贤等人持有食用咖啡包、K 他命及异并拍子烟弹等违禁品一批。警方甲包括姓林的主嫌，也有其他拢总4个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也会追究来源，也有敢有咧卖。毒物科医师表示讲，异并拍子甲松西分弹、依托米酯是同一类的，异并拍子的结构小可无同，两项拢是用来麻醉的。去年底拢互人列做是第2级的毒品，不当使用会有真大的风险。你用了以后就会昏迷，可能就神志不清，行为会受到一些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混用当然是一定是有，因为就看说，我这个比较 A 比较贵 ，B 比较便宜，我就 B 弄多一点 ，A 弄少一点，混在一起，那就达到那个只要我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毒物科医师也指出，异并拍子比依托米酯还佫较简单的摕到，所以常常互人摕来使用，甚至是卖钱。警方表示，咱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作、买卖也佫有使用，上悬会当罚到5000万。就算是单纯使用电子烟，也会当照《危害防治法》罚2000到1万块。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去年新北市一个囡仔开，那像互年母苦毒到死。警方伫咧移送这案的社工，甲伊扣手铐，佫无早起来，互媒体挖进咧夹翕，引起社工界反弹。即马检察院是纠正警政署、台北市警察局，抑佫有文山二分局，含且警政署甲法务部伫爱来检讨改进。那像暗坎查甫囡仔开去互灵母虐待证据，如何联名细陈的社工，去年3月去互检警移送的时阵有扣手铐，引起社工界和司改界反弹。监察委员王幼玲、纪惠荣立案调查的时阵，发现押送的时阵，警方竟然为着要互媒体翕相，超工安排要去坐车的路里，请细陈的社工配合为门口行去坐车。建议他，你从门口走到车上只有5步路，那我们会想办法让这个只会给记者拍背后，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出现的这个媒体的画面并不是这样哈，所以这个诚信社工就很沮丧啊，他觉得他已经社会死了哈。细陈的社工双手扣手铐，煞拢无查起来，佮有媒体挖过来要采访。监委表示，警方违反解雇实施办法、手铐规范、甲侦查不公开规定，按照检察官放弃侦查阶段合法区票把关的责任，就是交给你们警方自己判断。那警方呢，就2票齐发，然后就。也不晓得是依据这个第75条还是76条，是禁止拘提呢，还是用那个说不到场再拘提？他反正就是把他拘提了，然后拘提之后还让媒体这样子走星光大道。两位监委根据调查提案纠正警政署、台北市警局甲文山二分局，函请警政署甲法务部检讨纠正案，伫咧最近通过啊。按照监委强调讲，希望透过纠正来提醒检警侦查不公开，爱尊重无罪推定的原则来进行媒体采访。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总预算案，再违反2个复议案，去互立法院拿8两党靠人数优势甲否决掉。民进党宣布要展开选港，甲人民解说这总预算防太着影响。因为民众党嘛讲，因要展开选港来反制民进党的假消息，追究因浪费钱。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案再违反2个复议案，不过拿白联手伫立法院会否决。民进党13宣布为15开始展开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会，头一届是8场，要向人民说明总预算案互人煽动的影响。秘书长林佑昌阁透露，行政院长杜英泰逐场拢会到位，总统赖清德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向各县市党部下动员令，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总预算就是国家进步所需要的燃料，把预算砍掉，国家怎么加大投资，怎么促进社会经济更大规模的一个进步还有发展？下一步要如何继续做我们应该有的宪政秩序的救济，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走。林佑昌讲，立法院表决会使输，不过守护台湾民主体制的战役未使输。面对民进党下乡宣讲，民众党23嘛启动人民爱当家做主的宣讲，拨乱改正，第一站要为新北出发，再个扩大到全国，欢迎各方意见领袖来响应。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下午会从新北的板桥出发，强力打击民进党政府所散布的假讯息，更重要的是全力究责民进党政府的贪腐浪费。在第2阶段开跑的时候，行政部门要跳在第一线，难道就是要告诉人民，当不是民进党过半的时候，民进党就会出来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吗？但是国民党是不是原来安排选港反制民进党？安明凯表示，党部会有相关的安排，伊家己是伫选区一直伫选港，让民众看清楚即卖政府扮演的角色。总预算案在违法的复议案，互人否决了后，是不是提实现？行政院无甲话讲好确定，不过调也已经开动选港的攻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月底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风声讲电钱有可能要起价。央行预估，若是代替的车票、水钱、电钱拢总起价，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就要调悬到2%以上。有真侪学校学生就咧烦恼，电钱若是佫变贵，就会造成财务的负担。
透早行政人员就开始无闲，大学校园为早起8点第一节课就开始用电。不过即马传出经济部电价审议委员会3月28日要召开，要讨论调悬电价方案，也引起不少大学的烦恼。那是电价调悬，财政负担会增加，会将教学资源偏去。会希望说他把电价含在那些可能是用电大户上面，可能民生用电可能就不需要剧烈的涨幅。租房本来都已经不便宜，然后还要涨电价的话，感觉有点难以负担了。根据了解，像讲台预测当年电费的支出差不多4.6亿，但是依照去年电费的起价幅度，高压用电20%估算，全年会增加8000至9000万的电费支出。另外，还有台师大，去年3校区电费总金额是1.12亿，但是调悬电费对学校整体影响真大。那经济部就是一向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的这个审议结果。外界烦恼电价调悬引起通膨的连锁反应。今年1月至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12%，延续慢慢降价的趋势。不过，央行表示，若是代替的票价加水电的费率确定要调悬，央行可能会收关今年 CPI 年增率到2%以上。如果电价调整的话，不要去动这个民生消费里面，尤其是用电的度数稍微低，比如说400度、500度以下的我还是希望台电的方案能够给予优惠。那这个东西是民生的必须的东西哈，所以它不只是经济的问题，你要考虑怎么样涨是一个关键。涨价有技巧的话，你这个冲击就会减少。学者表示，长久以来，台电承担减少通膨的政策任务，真侪因素影响勉强会当得到平衡。不过，若是发电的方式无连续，成本照常真悬，台电营运会陷入两难的状况继续恶化，建议重新检讨目前的能源政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警方一日阻挡8件诈骗案，而且发现到新的诈骗部署，就是甲民众摕保单去借钱，或者是将保单解约换现金，再去甲诈骗集团投资买物件等等。加在寿险公司有赶紧通报，才阻挡民众受骗。另外，伫咧台中嘛有掠到诈骗集团是假做国际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伫咧拐骗印度的民众。警察去人寿公司发现民众要甲新台票保单摕来借钱，也是解约换现金，就紧提醒民众设立哄骗器。刚一日，警察就收到4间人寿公司通报解约有异常，总计金额外900万。12日一天，就有上述2家保险公司通报异常解约事件。警方到场后，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896万余元。同款伫3月12日，新兴分局接到银行通报，一日就砸8件诈骗案落来，假投资占上济。警察提醒讲，过去诈骗集团骗民众解除银行的定存，领现金免缴也是转钱。最近锁定保单解除了后，也通领现金的民众，鼓吹对方保单借钱，也是解约换现金来投资，呼吁民众一定要设立。调查人员落门入去，抓到诈骗集团伫咧台中市洲际棒球场边的机房。这个集团骗印度人讲寄出去的包裹有问题，恐惊牵涉犯罪，就要交钱到指定的口座接受调查。假借知名的快递商 FedEx 及司法人员的名义，向印度地区的人民诈骗那我们专案组人员是费尽心力才找到1名热心的印度裔的民众，帮我们破译了他们诈骗的对话。集团主嫌才因为诈骗案坐监出狱了后继续犯案，调查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出头真济，接到催婚的电话就要设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诈骗案直直的发生，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2月份就受理1.700件的诈骗案，受骗损失的金额是超过60亿。人力银行有调查发现，到86%的假头路人拢捌拄到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的上济，而且36岁至40岁青壮年，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所以受骗的嘛上济。
28岁詹先生是一个上班的少年人，伊伫咧交友软体去互人骗60万。交友软体顶面的女朋友来自新加坡，讲伊家己有开一间虚拟货币交易所，爱詹先生投资20万，一开始有趁钱，陆续搁投入60万，钱才拄花过去，女朋友就消失去，才发觉讲家己去互人骗去，真正是真心话绝情。同样的话术，然后去撒了很多的网，可能你就刚好是中的那一个。越来越多就是有更多的那个互动的过程，就觉得好像很了解，但实际上就没有。然后我觉得那个金钱的部分，真的不要跟感情的部分是绑在一起的。社会上的诈骗满是已经引起社会民怨，有人力银行针对食头路人做一份调查，调查发现有86%的食头路人捌拄过诈骗，其中投资诈骗占上济，占48%，信息诈骗占33%，网络买卖诈骗占32%，电话诈骗占26%，真正叫人骗去的食头路人是有占43%这么济。那对于政府防诈骗的行为，大概上班族大概打几分呢？平均如果100分来说，大概也只给了38分，距离及格还非常的遥远。另外，人力银行嘛调查显示，所有职业当中，服务业互人骗的比例上悬，金融业是上有警觉的，尤其是36岁至40岁的食头路人，上高叫人骗。人力银行表示，这是因为这个年纪面对着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想要赶紧趁钱，唔再落落去投资诈骗的陷阱。人力银行提醒大家，平常时就要有防诈骗的意识，才袂辛苦钱互人骗去。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总预算互立法院抬调，引发各界不满，各地嘛发起大罢免的行动。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杨立洲嘛，呼吁影视工作者在同齐站出来，昨公开头一支影片，用倒本色来比论目前台湾民主的问题。怎么可以这样这么没有水准呢？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被搞乱的，该做的不做，莫名其妙哎。大家那么努力在工作，用黑白影相中现行出门看到本色，有一个囡仔经过讲，拄到问题就是爱处理。这支影片以倒本色为主题，用民众的日常来比喻现在台湾民主拄到问题。拍这支片的导演罗建中也伫面册强调，历史甲咱讲，你若无处理问题，问题就会处理你。所以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这些最有影像创意、最有才华的创作者跟团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刚刚讲可能横跨了广告、纪录片、剧情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来探讨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代议制度，我们究竟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支影片是台湾 Action 计划的头一支影片，伫3月13发布。台湾 Action 计划是纪录片导演杨立洲发起的，因为中央的总预算互立法院裁减，引起影视界、文学界真大的不满。计划发言人王舒表示，因看到台湾文学界也站出来发声，这影视工作者拢受到鼓励，希望用家己的专业共同为民主自由尽一份心意。其实台湾的文学界首先跳出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串联。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其实他们的行动鼓舞了很多影像工作者，我相信很多其他的艺文创作者都被台湾文学界所鼓励。这个时候，就像大家讲，如果这时候不站出来，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站出来。发言人表示，目前已经有900位影视工作者投入这个影片计划，大家拢无提钱，无计较付出。这个计划预估制作6部到8部短片，目前已经完成3部。台湾 Action 计划希望透过影片扩大影响力，提醒大众爱来面对目前的民主危机。记者中嘉的曾俊佑台北报道。台北市议远东百货宝林地区去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6个人死亡。检方是依照过失等的罪嫌，甲负责人在内5个人起诉。即阵检方阁开会决议，要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予每一位死者的家属180万的补偿。去年2024 3月，台北市议远北 A13美食街宝林地区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地检署10日开会决议，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补偿6个人家属各180万，拢总1080万。马创下国内头一个涉案事件犯罪被害补偿金额。案件一发生初期，我们犯保协会已经主动的联系家属，提供保护服务。那后续呢，我们也会依法
来持续关心家属的需要。检方调查发现，宝林 A13 店当时租约伫要到期，生意无好。去年3月16至20期间，姓周的总铺、姓吴的大班总铺、姓王的店长等人，甲已经拆封无拆封的柜仔直接放伫厨房倒骹的篮内，而且篮啊真挖进地面甲水沟啊，贪煮食方便。另外，监视器嘛显示，下班前冲洗涂骹，垃圾水就为篮边的水沟啊排出去，佮加下班了后空调关起来，热个湿，拢有利访客劣酸毒菌的生长环境。冷藏要在这个7度C 以下哦，那冷冻也要在18度C 以下。再者就是在生熟食一定要分开，那上面可能刀具附着了微生物，那你又去切了熟食的食材，然后供民众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健康的发生。食安专家建议，餐饮业者应该坚持食材先入先出的原则，佮遵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GHP）， 才当确保食品的安全。检方嘛表示，宝林地小伫今年1月到终结，依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4例负责人，并对伊求处4年以上的徒刑。姓吴的大班总铺是求处4年2个月以上的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公安意外，劳动部有发布高风险工厂的火灾爆炸危害预防指引。也毋过，真侪民团就指出，这份指引干那写出现有的法律规范无够力，呼吁要建立高风险的名单，加强公安的预警机制。远东化纤新布厂顶个月发生爆炸案，造成2个人死亡，19个人受伤的悲剧。虽然劳动部事后发布高风险工厂火灾爆炸危害预防的指引，不过几个公民团体在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因认为这份指引敢若是目前法律规范的事项尔。实际上，首先的预防才是重点。你自己老板，你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你会不知道吗？你一定知道啊！所以企业你一定要做好自主管理，而且你要有同理心。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的作业环境长这个样子，你的家人在里面工作，你会安心吗？我们制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容许这样的事情呢？那难道是我们的双标吗？反正没有当下没有发生这个人命的事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是不重要的吗？那这样双标其实会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侥幸的心情啊。公民团体指出，这10年来，拢总有294件起爆公安的事故，其中有65件是造化业。主管机关无法度好好来把关，或者伫高风险工厂上班的劳工，逐工是提心吊胆。跟消防署、跟这个化学署，那我们有包含这些目前有危害囤积比较高风险的一些物质啊，我们掌握名单，我们都会列入专案检查。很重视移工的这个职业安全的话，在他入国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入国讲习，不论你是一站式或者是机场的这些入国讲习，一定有一堂课是跟职场安全卫生有关的课程。劳动部强调讲，对捌发生公安事故的工厂，会加强掌握，而且强化参与劳动移工的教育训练。公民团体建议官方针对设备老化的程度等等的工厂，建立高风险的名单，方便掌握。嘛，呼吁企业甲自主管理做好。甲预防危害责任打起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提出俄乌停战30日的方案，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同意，不过强调还有真侪问题还要讨论处理。跟美国总统川普双方是拢打算要来参详细节。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讲，这普廷其实想要决战，却唔敢坦白讲。Согласны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о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это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аким, которое привело бы к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у миру. 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甲被罗西亚总统卢卡申科会谈了后，在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交代目前的进程。Техника броше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вести е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перемирия хотя бы на 30 суток. И мы за. Но есть нюансы. В чем они заключаются? 普廷认为停火30日对乌克兰袂歹，不过因即马情势大好，伫将近2000公里的接触线推进，乌克兰是毋是会利用这30日强制动员提供武器，部队继续接受训练？ Надеюсь, что на уровне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это всем понятно. Это все серьез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о есть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бсудить.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м нужно и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нашими. 普廷表示，莫迪卡会阁甲川普同为讨论支持和平方式结束冲突。
No, he put out a very promising statement, but it wasn't complete. And yeah, I'd love to meet with him or talk to him, but we have to get it over with fast. 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無認同普京嘅聲明。Дуже маніпулятивні слова Путіна у відповідь на ідею тиші на фронті. Він фактично готує відмову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Путін, звісно, боїться сказати пря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目前亞洲戰爭過去這幾天，拉西亞軍隊在西部庫斯克對俄軍發動限定攻勢，戰情未敗。普廷個親親順時這所在，個下令趕緊反攻收復所有失地。烏克蘭軍已飛過突破邊境帕卡加，迄時陣和普廷將無民主，也是幾乎本來要用來甲拉西亞交換領土的少數條件之一。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美國將所有鋼鐵、阿魯米的進口關稅提高到25%，歐盟也宣布對美國進口威士忌要加扣到50%的關稅。今麥美國總統川普是擱再反擊，講要對法國甲歐盟有生產酒類產品的國家，甲因扣到200%的關稅。業者就真無奈，希望各方攏較大人權力，愛好好啊談判，調和公平。到底美國對鋼阿魯米的25%關稅上路了後，歐盟甲加拿大也宣布對美國報復性關稅。其中歐盟表示，要針對美國威士忌、機車甲汽艇加扣50%關稅。在消息了後，川普是真生氣，13伊佇白宮辦公室會見來訪問的北約秘書長雷特的時陣，佫一擺批評歐盟。We sell no cars to Europe. I mean, virtually no cars. And they sell millions of cars to us. They don't take our agriculture, we take their agriculture. It's like a one-way street with them. The European Union is very, very nasty. 川普也伫個家己社群平台支持社群大文威脅歐盟，若無馬上取消這所謂的武器關稅，美國就會對法國甲其他歐盟國家作為葡萄酒、香檳甲酒精類的產品加扣200%的關稅。歐盟國家對川普的性格無協戰強勢回應。歐盟執委會無hiệu歡迎呼籲美國馬上撤銷鋼阿魯米關稅。法國總理貝魯拜社表示，歐盟未屈服。Mais qui ne voit qu'il y a là quelque chose qui va entraîner dans le monde une crise commerciale, industrielle, agricole et de la misère? 川普甲加拿大、歐盟互搶關稅戰鬥鬥升級。互資本市場真不安。13美國各全面預測，道瓊工業指數重盤537點，標普500指數也會觀點大盤10%，正式進入下修階段。公視新聞洪如梅報道。過來關心到以哈衝突，聯合國嘅人權報告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隊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性暴力甲種族滅絕嘅行為，甚至去破壞生計嘅真相。因為以色列是否認這個指控，講無影無跡嘅真含糊。另外，美國總統川普進前講要來接管加沙地區，即馬煞慢慢啊轉喙，講無要甲巴勒斯坦人趕出去。經過超過1年5個月戰火摧殘，加沙一片如蒼蒼，親像拍遠共款。今麥聯合國專家佫指控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做愈來愈多性暴力甲種族滅絕的行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13對人權理事會報告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隊佇加沙甲西岸被佔領區涉嫌侵犯人權，包括性侵，甚至佫攻擊性慾診所。Certainl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ould know what the purpose of that clinic was.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ose who were firing the tank shell, because our conclusion is that it was destroyed by a tank shell, knew at that time that it was a fertility clinic, but certainly their commanders knew. 調查委員會認定，以色列當局摧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育能力，符合羅馬規約，甲防止定義危害種族罪公約所界定的種族滅絕行為類別。這項報告指控以色列安全部隊在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南境了後，利用強制屠殺甲性侵，作為處罰巴勒斯坦人標準操作定數的一部分。不過，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嚴厲譴責調查結果虛假而且含糊，佢指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反猶太而且腐敗。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捌表示，想要让美国接管加沙，佮永久赶走当地巴勒斯坦人，佮将因改造海滨度假胜地。啊，毋过这几礼拜，川普豆豆解喙，12甲爱尔兰总理见面的时阵，佮表示，无人会赶走巴勒斯坦人。 Nobody's expelling any Palestinians. I don't know. وهذا شيء طبيعي جدا انه يتراجع عن كلامه لانه ما حدا في كل العالم في كل الكون من حقه انه يفرض على شعب انه يطلع ويسيب بيته ويسيب ارضه ويسيب المكان اللي انولد فيه واللي عاش فيه. احنا بنبذل قاعدين الدماء عشان نضل على ارضنا. 哈马斯也对川普明显放弃赶走招杀人的提议表示欢迎，佮喊伊毋通歪向继续的犹太复国主义。啊，毋过川普也讲到，应该马上停火，而且释放所有村的人质，佮强调有人质受非常恶质的对待。公司新闻陈伟琴报道。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发生规模4.4的极浅层地震，深度仅3公里尔，是当地40冬来上强的地震。包括着古迹圣安娜教堂在内，真侪建筑物拢受损，部分地区嘛失电，好加在仅11个人受伤。地震过后，大家烦恼还有地震火点地街路，唔敢回去厝内。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13头3点外发生规模4.4的地震，因为地震深度只有差不多3公里，是极浅层地震。真侪人伫困梦当中惊醒，都甲外口避难。Niente, io stavo dormendo e all'improvviso ho sentito un botto proprio tremendo. Non l'ho mai sentito così forte. È stata una cosa bruttissima. Poi ovviamente alzandomi ho acceso le luci e ho visto che la mia casa è tutta crepata, c'ho crepe dappertutto. 地震后差不多20秒，震央伫那不勒斯市区西边休眠火山坎比佛格莱瑞下边，是地质活动频繁的所在。地震了2点钟，一直有地震火造成部分地区电力断气，真侪建筑受损。就连那不勒斯有名景点有600万年历史的圣安娜教堂也受影响。经销咧评估钟楼结构稳定性，当局已经成立救援协调中心，评估损害灾区附近学校停课1日。 Abbiamo un monitoraggio e un controllo siamo stati costantemente tutta stanotte in riunione con l'Osservatorio Vesuviano, con l'INGV, abbiamo una rete accelerometrica che ci ha consentito in tempo reale di avere la misura delle accelerazioni e quindi delle azioni sulle strutture e noi in base a 好加在干11人受伤送医，无带来重大灾害。地震甲去年5月发生的地震规模拢是4.4，是40年来当地上强地震。这也显示当地火山活动严重加速。为自2006年以来地表高度上升1.3公尺，让火山爆发至少50万人生活伫高度危险的地区。公司新闻陈伟琴报道。台南区的西滨公路最近有真侪 椰子壳乌白倒伫遐，蹲甲袂输一粒山，恐惊会生蠓虫，引发天狗日的疫情。台南市环保局着到场调查，初步认定是咧卖椰子汁的业者乌白蛋的，会依照废清法来甲伊送办处罚。大量的椰子壳就向堆伫伫公路边仔的堤防下骹，看起来已经是堆做一个小山。这个地点是台17线公路边仔，近期去民众发现有不孝的人士，甲大量的废弃椰子壳等伫遮。 制造了登革热的一个疫情、一个疫源的话，我觉得有关单位应该拿出魄力，好好的抓出来。民众烦恼的不是无道理，废弃的椰子壳有空是容易积水，都惊滋生蕁霉蚊。因此，14号一透早，台南市环保局嘛拍完到场，初步查看，认为应该是专门卖椰子汁的业者。 恶意倾倒废弃的椰子壳，而且数量真侪，疑似已经有70码，就要追查附近的监视器画面，按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的规定来查处。明显已经不止一车次的方式来去做堆置，那我们后续会调阅跟警方调阅附近的相关的监视器，然后来查明是否有相关的行为人。那么后续如果查到行为人的话会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 台南近期的天气，一日也是真温暖，一时阵国气温下降就亲像冬天，并且阁有时阵会落雨，就惊滋生蕁霉蚊。去年全台天狗日疫情，全台是超过250个本土病例。台南虽然是首条的零本土病例，但是嘛开出查到滋生源2650张的罚单。 才收掉疫情，因此环保局除了要找出行为人之外，嘛会查明地主、管理人或者是新租人等资料，进行后续的清理。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
宜兰一个国中的体育组长指控总部主任甲伊匹配叫，甲伊刁难，向学校来申诉霸凌。学校有成立调查小组，嘛认定霸凌有成立。不过，这个总部主任是否认讲霸凌，目前嘛也阁会当提出行政救济。我跟他讲就好了。伫办公室环境，国中省干的体育组长指控省长的总部主任涉嫌职场霸凌，主要伫办公室故意伫上课时阵，伫学生的面头前大声骂，甚至不当查课，摕手机落去上课进行。那我主任呢，直接就到小孩子还有我的面前，直接把小孩子手上的报名表直接扯掉，对，直接扯掉、收掉，然后直接对我咆哮说，事情不是这样做的。现届嘛，组长指出，业务上常常副主任针对医部发图高奖分，提出职场霸凌申诉。经过学校调查，这主任被认定职场霸凌成立。不过学校后续无任何作为，这主任也无受处罚。我们也把结果正式发函给两位老师，那也里面也告知两位老师相关的一个行政救济的一个办法，这样。他是跟我要资料，那我有说，请你列下来，我会提供给他。请问我这个有刁难吗？我会申诉，而且我已经委任律师了。要针对这个个案的情况，那现在目前调查结果也确定，那学校应该就依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处置作为。县长的主任无承认有霸凌行为，学校指出霸凌案成立了后，送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不过主任也个人用行政救济，专案单定案了后，考核会才会采取。双方目前的职务未过与业务接触。要就是揭露资讯嘛，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学校在做什么处理？人本教育基金会提醒，若学生有看到相关的代志，一定会受影响。学校应该完整讲出来，让学生了解状况，也叫未来安怎预防这种代志个发生，唔通让事件真早伫校园之间传来传去。公视新闻宜兰报道。为着要增加急救的量能，高雄市府甲高雄医学大学合作，打算用6天的时间，予小港病院来乘做重度急救的责任病院。市府表示，目前高雄4间重度急救病院是拢伫咧北平的医学中心，这2天小港病院重伤甲急诊的患者拢有增加，让高雄的医疗资源需要提升。高雄市长陈其迈大旗啊，上阵将小港坚定顶南高雄90万乡亲的健康，交给小港病院来守护。这是市府甲高医合作，未来要将小港病院提升做重度急救病院。因为高雄的重度急救病院目前拢是集中伫咧北高雄的4间医学中心。市府表示，小港病院的急诊人数增加，甲113年逐个月平均测5525人次比起来，今年到目前已经增加27%，其中重症的患者加15%。南高雄的救护量甲能力拢需要再提升。包括各科的这个急救医师的助诊，还有医疗设备的同步的这个提升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咱台湾来讲不是挡住。高医表示，小港病院要摕到重度急救的认证，6年估计要开将近8亿。因伫182年已经起好急重症大楼，现在上界要紧的都是人力招募。虽然全台湾病院拢面临医护人员欠缺的问题，不过高医有正完善的人才培育体系。那我们会把人力还有我们的体系的一些医院，看看怎么样把它吸引过来到我们小港医院，那来。大家一起来做不然真的跟市长讲的一样，我们每天的急诊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包含医、包含护、包含检、包含放等等的这些医师人员，所以整个紧急医疗能力的建制是一个团队的不管是质与量的向上提升。市府表示，除了小港病院以外，目前台东病院、北控制病院嘛有计划要摕到重度急救病院的认证。高雄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医疗资源的提升甲普及化，绝对是一件好代志。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肺癌是国内10大癌症的第1名，其中肺腺癌占要到5成。即阵国家卫生研究院就发现有一款卵白会当来压制肺腺癌发展，有可能会正做未来治疗新方向。
全球癌症死亡率上悬的肺癌是国内10大癌症的第一位，其中肺腺癌是上定看到的阿型，占4到5成。不过临床治疗的方法有时阵无法度得到有期的效果。郭伟贤研究团队透过美国肺腺癌资料库大数据，发现若讲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突变造成的肺腺癌，有一种卵白 DUSP22 扮演关键的角色，而动物实验嘛得到证实，是扮演一个守门员的角色，就是说它是有一点像说是阻止这个癌化的这个讯息持续的活化。肺腺癌的原因真侪种，那用相像的治疗方式，不一定会得到相像的效果。研究团队指出，在动物实验当中，剔除 DUSP22 卵白，肿瘤会生了更较紧，存活的时间会变短，所以将来会当针对 EGFR 受体突变，佮有欠 DUSP22 卵白的病人进行更较有效的标靶治疗。台湾这个肺腺癌的亚型，这个 EGFR 突变是非常显著，尤其在亚洲女性，尤其是非吸烟者的这患者里面，非常的显著。这个发现对于我们将来要从精准角度的医学的角度来提高我们治疗癌症的这个治愈率会有很大的帮助。DUSP22 卵白欠缺，无法度阻止癌细胞增生的机制，是不是适用于其他突变的肺腺癌病人？郭伟贤表示，需要扩大来研究，希望有更较侪肿瘤科医生来合作。公司新闻林建梅、方俊怀台北报道。有一寡罕见的疾病在国内进前是无病例，需要透过国外文献来了解。罕见疾病基金会对2005年开始，甲台大病院合作，建立中文的资料库，提供资讯。基金会也调查发现到，有大约6成的病友是真重视生活津贴，也有病症体检相关的补助。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对，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突然会没有呼吸。那个是当下的状况，那个环境是我可以处理的吗？转转的妈妈讲到，拄开始照顾转转的时，惊吓的心情。目前8岁转转伫1岁外的时阵，确诊 Amy Grip 症候群，是全台湾头一个。这款病症可能会有白内障、器官发育无完全等等的症头。当初协助转转诊断出这款病症的医师也表示，若是有观察到囡仔有发展较慢的状况，家长通遵照医师的建议做相关的基因检测。那如果说知道致病的原因，例如说知道是基因的问题，那其实是可以去查相关的文献，那知道说这样的小孩在这个年纪，那有可能还需要注意什么。真侪罕见疾病的病友甲家属拄开始知影确诊，通常拢会真惊吓，唔知要安怎。罕见疾病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委托台大病院合作建立罕见疾病1点通的网站，收集罕见疾病的资讯，翻译做中文。即马已经到啊成做全球上大的罕见疾病中文资料库。罕见疾病之所以发生，就是来自于那个生命随机的风险。那么，当我们现在少子化了，国家社会需要大家鼓励多生产报国，多生育。这时候，罕见疾病本身它的意义又出来了。它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家层次的问题、社会层次的问题。另外，罕见疾病基金会也针对目前服务的个案进行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有大约6成的病友上重视生活津贴，佮有费用的补助，希望通扩大体检的补助。基金会也呼吁政府爱重视病友的就医权利，注重病友的需求，提供适合的就业环境。希望医疗单位、民间团体、政府共同来完善罕见疾病的照顾政策。记者梁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整体就业的市场嘛渐渐在改变。即嘛真侪企业拢较愿意来请顶尖有经验的中高龄员工。今仔日伫咧中部就有开办一场针对45岁以上的人来提供工作机会就业博览会，吸引到37间业者提供1500个课，这薪水待遇嘛拢真好。亚头写履历详细看这块内容，65岁已经退休的老先生来到就业博览会，希望找到搁再就业机会。认真顶真有经验，是伊认为中高龄求职者的优点。优势我们是比较有一点比较会认真做什么事情，比较谨慎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么大了，在职场已经有差不多40多年的经验，我们当然会比较谨慎一点。
根据国发会统计，自2025年，台湾每2个人就一个是45岁以上，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企业普遍面对欠单危机，就来锁定45岁以上中高龄就业市场。14中部一场就业博览会，一间制作螺丝的传统业者就开出8万块的薪水要找技师。中高龄他们在时空背景的不同，他们真的会比较耐操，他们的忠诚度也比较高。那年轻人的这一代，可能他会要求要工作跟生活达到一个平衡。业者看中中高龄正市场又有经验、开薪水正悬的客，另外也有连锁超商考虑到中高龄因的体能也有家庭需求，推出有春秋的工时制度。不一定要满8个小时。然后只要需求度是哪个时段比较缺人的时候，可以请他来帮忙的那一种。我们鼓励企业建制的是一个多元化、全龄的友善职场。其实针对像弹性工时这一块，我们不管是青年朋友、2度就业妇女，或者是中高龄、高龄朋友，其实他们都非常需要。劳动部表示，制造线背旅宿餐饮业目前拢积极投入中高龄找人才，建议企业会当量早改变观念，打造专龄优先市场，而且依照个人的专长来设计专属职务。面对就业市场环境的变化，才会当对着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已经17档无修法，引起信众团体不满。同齐来呼吁政府得真正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精神，确保身障者因的权益。信众团体大声话，也无咱参加，且唔通为咱做决定的看板。呼吁卫福部针对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应该让身心障碍者加相关利害关系人来参加。长照杀人事件在2018年到2024年这之间已经有62起了。那这个长照悲剧其实是造成障碍者跟家属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沉重负担。我有做些许的改变，可是很多内容跟我们的实际使用是不切合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已经17年无修法，虽然卫福部进前有个新权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暗过信众团体不满，对信众者自立生活相关条文一句拢无讲。呼吁草案应该踏入自立生活专章，搁增加社区服务甲个人助理人数，特别是政府投资5年480亿的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资源部件计划当中。资源有缘集中用在扩充短续机构服务，加补充机构人力，只有少部分干了27亿分配给自立生活服务等社区资源。因为我是原住民身心障碍者，常常发现在申请一些服务跟资源的时候，会遭受到身份切割的状况。我们建议各地政府每4年针对不同的类别的障碍者进行需求评估的调查和服务评估，然后并公开结果。目前政府是有提供障碍者就是生活补助，他会因为他的直系血亲有财产，然后影响到他的审核资格。卫福部回应这摆修法有5大方向，包含要求机关雇主照身障者需要做出进一步调整，针对环境交通做出同样无障碍设计。因为身障机构虐待事件对人员身份会严格限制，另外也会加强歧视身障者言论法则，甲提悬障碍者对政策的参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唐德宗纪念协会昨为着要纪念唐德宗律师对台南的付出，来举办追思会。现场除了在地乡亲，也有日本的贵宾专工来到台湾参加。另外，唐德宗故居即马伫要修复好势啊，协会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空间来延续伊坚持正义甲人权的精神，嘛，互民众会当更较了解到唐德宗律师。透早在民众提回来到唐德宗纪念公园，感念唐德宗律师当年为台南牺牲性命。3月13，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追思会。唐德宗的老爸出世伫咧日本新本县溪头市，高雄市长带团亲身参与。日本民众为了感念唐德宗，特别对日本回来者致敬。この方のセレモニーを見てみたいから、この方とても立派な人です。私のふるさとの熊本出身です。过去伊的奋斗，伊迄种精神是即摆少年人通学习的。人唔尔正义尔，你若无勇气，你嘛无当牺牲家己。
唐吉忠伊就是这种人。至今90外档的古厝是唐吉忠的故居，本正涂骹拢是建筑不废材，佮加上老旧的漏水。协会2档前开始摒洗木款，经过1档外整修，即阵伫228事件78周年纪念馆重新对外公开。协会讲整修过程拆落来木材拢逐条编好，目的就是要甲遮恢复伊原本的面貌，甲唐吉忠生活过所在保存做历史遗产。恢复唐吉忠先生伫迄个时阵生活的时阵这个样态就对来修复，整个会恢复这个唐吉忠先生伫遐开着事务所，个因住伫遐起居的这个情形。经过那么多年了，然后里面有一些都是破损了，那他等于是说透过我们理事长，因为我们有协会嘛，还有一些理事的努力。所以就是能够修复。目前若要参观纪念馆，就要注文登记。主办单位讲，这是一个反思历史的所在，嘛希望后民众了解唐吉忠坚持正义甲人权的精神。伊嘛讲未来邀请相关团体做伙办讲座、展览等活动，做伙传承正义甲勇气的价值。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哩在，明仔载透早，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热南，中部以北甲外岛地区是可能会落大雨，各地气温嘛会降低。礼拜开始虽然雨量会渐渐减少，也毋过到后礼拜一暗时，北部的气温可能会降到剩无10度。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接落来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3度，中部地区19度至25度，南部地区23度至30度，东部地区22度至27度。还有外岛地区13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再会。灯火渐渐倒起来，跳出细月的脚印，嘛，互咱看到共社会故事。这个活动会当互台中人去熟悉台中。日本有用的力量来做一个台湾跟咱日本的桥梁。今年的人潮，整个氛围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最棒的。故城新梦。